美國一個聯邦法官尋日下令無限期禁止特朗普政府改動哈佛學生簽證計劃後，國務院今日出招反擊，對所有以任何目的申請簽證前往哈佛大學嘅人士展開額外審查。美國媒體獲得國務院星期五發出嘅內部電報，國務卿魯比奧下令立即啟動對以任何目的尋求前往哈佛大學嘅非移民簽證申請人進行額外審查，包括全面檢視佢哋嘅網絡活動。呢類申請人包括但唔限於準學生、學生、教職員工、僱員、承包商、客座講師同埋遊客。電報話，哈佛大學未能夠維持一個冇暴力同埋反猶太主義嘅校園環境。而加強審查措施嘅目的係要幫助領事官員識別有反猶太騷擾同暴力歷史嘅簽證申請人。國務院暫時未有對呢封內部電報發表評論。特朗普政府同哈佛大學嘅衝突一再升級。特朗普早前下令凍結哈佛嘅幾十億美元補助同埋其他資金，提議終止佢嘅免稅地位。上個星期採取進一步行動，撤銷哈佛招收外國學生嘅資格，但琴日被一個聯邦法官阻止。哈佛大學話，特朗普政府嘅做法係報復因為佢哋拒絕屈服於當局控制學校治理、課程以及教職員工同學生意識形態嘅要求。